今天520提前在抖音里面领了1万块钱的工资，我每个月都是1号去提钱，但是今天因为是520，就提前给自己发奖金啦。今天算是甜蜜超标，520还收到了老公5200的红包。还有每个月20号，老公准时转账3万块钱工资。在我们家，家庭主妇不是吃软饭，而是家庭有限公司的全职股东。老公给我发工资是对我劳动的尊重，自己赚的钱是底气十足的退路。我觉得家庭主妇的价值不是免费的劳动力，而是用爱经营、用脑子谈钱的清醒人生。常有人说家庭主妇不赚钱呢，我想说我的岗位叫全职太太，也是多职超人。家庭的整洁，孩子的成长，老人的关心，都是我月薪过万的底气。何况现在做着自媒体，每月在抖音上还有过万的收入，经济独立的感觉真的是超爽。嫁给把责任感过成日常的老公，活成会持家我会搞钱的自己，这大概就是普通女人最踏实的幸福吧。远方那